5点下课就参加游行决心嘛。我感觉今仔大学生对这个社会是足受疼痛的。今仔大学生同主要一定爱支持农民运动，因为农民是保护咱这个土地，是保护咱这个土地。真正讲无咱这个土地，咱就无根，咱就无法度生存。我讲一句话，我今日一定坚持到底，今日一定坚持到所有的朋友出来为止。其实有时阵会感觉无力，多数味道无够开，其实会感觉无爱，其实感觉无奈。其实你甲你拢是英勇的人，英勇会知，也是你要继续立起来。你可以站出来英勇后一个人，到后一步。你若站出来开始，叫袂后一步。这条路对互安手头爱摕武器，拳头握白互安，武器是坚持甲勇气。了解关心社会事，莫搁提出咱人的态度，只是互人欺负，如何争取民主？你的头壳内底敢有画面？画面是国家社会运动，你是徛伫上头前。画面是法术诉求，一大阵人声音。画面是拆离法医班也伫1988年5年的农民运动，你敢知影这条？迄天人民坐袂牢，我徛起来开始冲。迄当时菜篮内底石头攻击无咧退后，反军人甲写字伫迄个无叫球大。都袂调，袂当哭，当算忝嘛，袂当走，着嘴车落无互咱唱高调。守护台湾1994年发起六会嘛，甘愿总统伫选迄3天也是冲突不断，支持民选。后一个画面手连创拔头，着家己一个嘛要大声喊，煞来就是咱的代志啊！成长过程当中，一定有一个人会徛伫你的面头前，引带你向前学习面对。你会使甲伊讲一声谢谢，谢谢哦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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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感谢，谢谢，当然啦，感谢，感谢，感谢，谢谢，谢谢啦。感谢你。伊有眼光光行来行，手摕一本去册看看，下几页也是无法度放下，因为伊看得上，比伊受伊若搁伫，要伊会如何带头应用台湾，你会伫对？有人追随伊的脚步改变意识，伊讲伊嘛想要成为一个伟大的真子，伊伫内拢出山，迄天5月19号。4分外钟以后，镇北部队才大量泉水。尖一看，前后拍伫这个所在，烧差不多15分钟久，无人有法度救伊。搁有伊，也是迄时的乌命大，搁有伊，徛伫台仔唱声是上大声，搁有伊，有讲过对公保人的情，有迄舞台是咱的权利，也是咱的义务。像伊，付出青春为着台湾，像伊牺牲迄无叫自私。话你爱如何承受，如何作为，接受国家的事，就是家己的迄竞争任务。去甲勇气摕起来，精神摕出来，搁有基本个性摕出来，你赶紧站出来。你已经不是迄个袂晓分辨是非、袂晓注意，开始关心做家己的迄个少年。假你是看到有人欺负台湾，你得承受；你有人取卖台湾，你得袂得承受变苦。你紧甲只手压起来，头壳也好光光，然后头都绑起来。敢有看到未来？一直行，就算有原因，我嘛唔惊。就算用生命证明咱的做的不是安尼，也掉伫头壳内底一背一背。也我知，也因提示咱是台湾人，咱有自由甲尊严，不管你掉伫什么所在啊！我知影你当来改变这个世界，台湾袂当无反对的声音。你准备好啊吗？大声喊，煞来就是咱的代志啊！台湾是自由而美好的国家，谢谢年轻人用自己的方式来关心台湾，谢谢哦。